想轉行做水喉匠，但係擔心冇門路，學完又冇公開。其實專業技術先係最硬嘅鐵飯碗。而家報讀家居維修學院嘅水務喉管及潔具安裝證書課程，唔單止係學一門手藝，直情係為你開拓一條全新嘅財路。課程內容由淺入深，由香港供水系統架構講到註冊水喉工嘅法定範疇，再到水喉工具操作同潔具安裝實務，全部都係實戰經驗。你想唔想好似專業師傅咁，一手一腳解決複雜嘅漏水同安裝問題？原價過萬蚊嘅課程，扣除政府持續進修基金資助，學費低至2000蚊。諗下，2000蚊買一個終身受用嘅專業技能，仲唔係投資自己嘅最佳時機？最緊要係我哋唔會學完就算，課程結束後，學員可以獲得實習機會，表現優秀，仲可以加入維修網平台註冊做師傅，接單賺錢，客源自動揾上門。你仲使乜擔心學完冇工做？家居維修學院係你專業事業嘅起點，亦係你創業賺錢嘅入口。名額有限，你仲等咩？